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要来想一个真深刻的问题哦，就是讲会晓讲话是倒位在熬咧？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咧？我相信大家拢自细汉到即马拢捌想过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动物敢会晓讲话？因为伫咧即个网架内底动物不是嘛会晓讲话啦吼。总是讲，就准动物袂晓讲咱人的话。咱拢知影讲，伫咧现实的世界内底，蜂会晓跳舞，甲蜂仔搬宝路狗会晓吠鸟仔会晓叫歌安尼，咱是毋是会问讲，动物因敢有家己的语言咧？因的沟通的方式，甲人在讲话语言到底有啥无共咧？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会使想做讲是人类的语言是倒位在特别吼。咱要回答这个问题咧，实际上呢，咱就当透过一个过去的研究咧，咱来理解吼。有一个学者叫做 Bickerton， 伊伫咧1992年的时阵呢，又来归纳讲，咱人类的语言甲动物的沟通系统到底是争差伫咧啥物所在吼？第一个所在就是伫咧句法的这个部分哦，你拢想袂到哦。咱的人类语言因为语法有这个语言的组合能力哦。才互咱的人类语言伫咧动物的沟通系统内底看起来咧，真无共款吼。也就是讲，别个物种呢，伊嘛是有符号化的行为，毋过内底无句法的运作哦。咱后壁会举一个咧，互大家看吼。另外就是动物的沟通，基本上因是整体性的，敢若当针对规个即个情景来沟通。咱人的语言呢，所会当将情景来切做较细的部分哦。比如讲有一阵高山，你看到一只虎活来因敢若当发出一个警告的声，固定的声讲有虎来细字有虎来细字。但敢若咱人的语言会当讲较悠讲迄只虎真大只，伊行路时阵真紧，因即马上活倒一丛树所以倒一只高山爱较细字咧。你看，咱人讲足悠的哦。毋过动物咧，因无法度甲即个真紧切分到较悠咧，敢若咱人的语言咧做会到吼。所以即个部分呢，就是咱人的语言甲因无共的另外一个所在。搁有咧，动物的沟通基本上呢，拢是甲因的生存有关系。比如讲，性命有危险还是讲要食物件活落去啦，还是讲要生炭啦，总是咱人的定定讲一寡甲咱的人的生存无抵代的物件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咱人的语言呢，伫即个部分看起来，嘛是甲动物的语言真无共哦。因为即个云端咧，所以比克特别讲咱人类的语言甲动物的沟通诶，事实上呢，应该看做是无共款的现象。总是呢，若要讲起来，其实是句法上重要啦吼。因为头前讲的足侪物件是较生存嘛，会较有关系嘛。咱来看讲结果方面呢，人类语言有啥物无共吼？上重要的特点就是带回性。你讲啥物是带回性听起来就数学，莫甲我讲数学。放心，这其实甲数学呢无直接的关系哦。啥物是带回性呢？是安那带回性是人类语言一个重要的特点呢？是安那讲人类语言有带回性，动物的沟通无，所以人类语言呢有特别的句法结构咧吼。带回性呢，伊的意思并毋是讲一句话当一直牵落较长啦吼，因为你若要讲我讲一句话当牵落较长，安尼猩猩甲鸟嘛足够征服共一个沟通信号安尼因叫足长，安尼是毋是有带回性呢？毋是哦。咱所谓讲，咱人类语言呢，伫句法顶悬有带回性，是指咱会当将一个结构带入去另外一个共款的结构内底哦。这是啥物意思咧？咱随来看实际上的咧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当了解吼。所以咧，咱即马就来看即句话讲：水顺感觉银权感觉阿财真缘投。你若斟酌来想讲，即句话啥物意思咧？是实际上呢是银权伊有感觉到一件代志，就是阿财真缘投。即个银权呢感觉到即件代志呢，本身又搁变做是水顺的感觉哦。所以咧，即句话句之所以会当安尼讲，是因为咱甲银权感觉阿财真缘投即件代志，搁甲倒入去水顺感觉，啥物代志？即个中的结构内底，也就是讲咱甲一个结构倒入去即个另外一句话句的内部结构内底哦，这就是所谓的带回性。而且咱看到讲即个倒法的即个部分，即个例句是倒伫咧正边。
总是呢，实际上咱若真少甲想啊，咱日常的话句，实际上在做这个带回性，即做咧投入嘅动作的时阵呢，实际上呢是搁较自由的哦吼。咱就在看到讲伊是到底正边嘛，咱看另外一个咧吼，比如讲咱会当讲，迄只猫在叫，咱嘛当讲，迄只互狗在肉的猫在叫，咱进一步来形容这个猫嘛。咱甚至嘛当继续形容这个狗哦，咱嘛会使讲做讲吼，讲做讲号做。迄只吼有人在饲的狗在肉的猫在叫，有无？吼，这个部分，咱看第一句是迄只猫在叫嘛，吼。第二部分，咱形容这只猫是互狗在肉的猫嘛。第三部分，咱搁倒一个结果入讲，迄只狗是有人在饲的嘛。所以句话句透过这个两摆倒入嘅结果，变做是迄只互有人在饲的狗在肉的猫在叫。哇，是毋是真深刻咧？咱透过这个一直投入嘅动作咧，一个句咧，伊毋若是一直变长，而且伊嘅结果咧变个更加丰富吼，这就是所有嘅带回性啊吼。啊，有人反说会反对讲，你讲了长嘅时候，我根本听无啊。啊，咱了解讲啊，这个咱会感觉恶理解，实际上并毋是语言本身带回性有限制哦，实际上是因为啊，咱人嘅头壳啊，虽然讲足一部分比电脑拢较厉害，总是咱人无法度像电脑共款，一直增新的 DRAM 入去，对无？所以变做讲，咱人的记忆能力全啊受到限制，是因为这种记忆能力的限制呢，才互咱对这个较长的语句的理解受到限制，并不是咱本身的句法语言结构限制咱加长这个语句哦。所以讲起来啊，这个语言的本身的带回性，这个句法结构实在是真厉害呢。伊结构上本质上是无受任何的限制，敢若受到咱记忆能力的限制呢。讲到这来啊，咱是毋感觉咱真厉害咧？因为咱无一个人袂晓讲话，对无？啊，讲话这个部分呢，嘛毋是单纯的动物的沟通哦。咱会晓讲话这件代志，实在是真特殊的能力呢。咱真少想起来咧，你会晓讲话啊，实在真无简单。因为话内底会当有这个带回性，会当有这个复杂的句法结构呢。所以人类语言。甲别个物种、别个动物比起来，实在是真特别的一项特点哦。实际上，根据一寡语言学家看法，甚至认为讲，人类语言啊，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一个最重要、无共的所在呢。啊，因为你也讲过这件代志咧，你共去台语文教基金会伫遮，恭喜你！